Hello，各位家長大家好，我係林哥哥啊。暑假嚟啦，大家都忙於準備仔仔女女嘅暑期班，我哋都唔敢怠慢。以下呢就係暑期班嘅簡介，話俾大家知我哋點樣安排嘅。王牌節目就梗係呈分試班啦。哎呀，放心，俾大家休息一下先。除咗幾個月，我哋6、7月呢都會係呈分試班休息。嗱，唯獨是呈分試班呢係8月份嘅星期1、星期5開始嘅。嗱，咁先講明先，呈2係最簡單嗰次呈分。每一年我哋嘅學生呢通常都係呈2係最高分。點解啊？9月、10月、11月返學2個幾月就考呈2，內容係咁多。呈1呢，5月份、6月份考，佢係由9月去到6月咁長時間，已有知識都多啲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呢，照道理5年班個心態上高，第一次呈分緊張，同埋呢個內容多啲，但係第二次考過知道啦，所以輕鬆啲，亦都個範圍呢揀短啲嘅時候，呈2係最容易最高分嗰一次嚟嘅。所以呢，大家呈分試班唔好miss 咗啦。咁呢，星期2、4冇班嘅，係啊，暑假嘅時候我哋會合班，嗰4個禮拜呢，我同傑 Sir 會喺晒星期1、5。咁翻9月之後呢，我哋就會拆翻開1、2、4、5幾日去上嘅。咁所以放心為大家嘅時間表安排着想我哋知道嘅，暑假呢就一齊上先。咁但係我個別嘅科想努力中英數又想鞏固下5年班嘅嘢，又想預習下6年班嘅課題，可以提供訓練假。有7月中開始，一放暑假就開始㗎啦。我哋星期2、3、4有我哋嘅中英數溫習營，就喺上晝嘅。中英文有啲似，上晝第一節呢就係 grammar 班語文知識，第二班就係 reading 班咁就係專係教閱讀理解嘅。咁中英文都係咁安排啦。數學冇 grammar 冇 reading 嘅喎，速算短答咯，第一節，然之後第二節應用題，即係 long quest 啦。好啦，咁呢度6節課，我可唔可以獨立一節一節咁報啊？當然可以，無任歡迎。6節一齊報得唔得啊？梗係仲開心啦，因為會有更加多折扣俾大家嘅。咁呢，嗱，呢一個第3頁呢度嘅表嘅1、2、3呢就寫到明，如果你參加1節幾多錢，參加晒6節有幾多錢啊？好啦，咁當然仲有多啲優惠，就關乎於我嚟緊講嘅中英文作文班啦。係啊，冇理由漏咗佢哋嘅。星期2、星期3隔一個 lunch， 我哋下晝呢就上1個鐘頭嘅作文班，幫大家嘅仔女呢喺暑假裏面呢做翻好晒啲 writing 嘅功夫啦。好啦，術科講到呢度，喺呢度暫停一下，插句嘴先。我都知大家呢5月10號知道我哋有呈分試模擬試啦。咁呢當日係母親節嚟嘅，下晝呢可唔可以借幾個鐘俾我同小朋友一齊溫下書，同埋 pick up 下佢哋嘅進度啊？我哋嗰日將會有3份模擬試卷，咁呢幫佢哋呢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呢睇一睇佢哋而家嘅進度係點啦，同埋呢等佢哋有一個感覺，知道呈分試真係嚟啦。咁所以如果呢都想報名嘅話呢，我會有一條新嘅鏈接放喺下面，同埋 send 俾大家呢，可以直接用嗰條新嘅鏈接專為嗰日嘅呈分試模擬試報名嘅。講下其他就係呢面試，唔知各位家長知唔知呢？呢1、2年呢，升中面試呢，其實已經經歷過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。以前又問好多呢靈活啊，做一個 team leader 啊，個腦筋急轉彎啊，想收呢啲學生嘅學校呢，都改變咗策略。佢哋用另一個方法，第一冇咗個人簡介，第二中英文術科上高。俾好多 reading， 叫佢哋讀啦，叫佢哋理解啦，叫佢哋答問題啦，包括中文文言文，包括英文一啲好深嘅文章，叫佢哋去理解並且去回答老師嘅問題。數學就仲得人驚，有好多學校其實會問中一數，問一個6年班嘅學生。所以我知道嘅有好多學校呢9月份、10月份會有免費嘅面試班俾各位同學仔。不過好多同學翻到嚟就係話，學校要我哋背個人簡介，唔使啦，我仲咁辛苦背。真嘅，依家好多學校已經改變咗策略，所以我哋同樣要與時並進 update 住。我哋知道學校嘅中學面試嘅時候，我哋就跟翻人哋個大市去安排點樣訓練佢哋。所以禮拜5嘅晏晝上完個呈分試班又係啦，食個晏翻嚟呢，我哋就上下晝嘅面試班，幫佢哋希望呢喺自行選校裏面去盡快俾人收咗啦，喺11月啦同埋2月嘅面試裏面呢做好啲去直資啊，以至到官津學校。跟住如果官津學校3月31號有好消息俾你，係咪更開心先？嗱，所以呢，整體而言，我哋升6年班嘅安排就係咁啦。若果有咩問題有咩需要，隨時 WhatsApp 俾我哋啦，或者咧直接過到嚟問我哋。記住啊，5月17之前咧報名咧，我哋會有早鳥優惠俾大家，係啦，否則咧過後咗之後咧優惠會冇咁多噶。咁咧希望呢個暑假都 fit 到大家嘅安排，亦都咧幫到仔女繼續慢慢一步一步咧去準備佢哋6年班嘅呈分試同埋面試啦。希望幫到大家。